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下卷第10章。罗波安去示剑，因为以色列人民要伫遐设立伊做王。以前尼八的囝耶罗波安为着闪避所罗门王，走去住伫埃及。耶罗波安听到即个代志，就对埃及倒来。以色列人找人去请伊来，耶罗波安就甲以色列会众来见罗波安，对伊讲：你老爸互阮爸当会担，求你减轻你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，减少阮的苦工，阮就服侍你。罗波安甲因讲：3日后才过来，人民就倒去。罗波安的老爸所罗门要活地的时，有元老服侍伊。罗波安王请教因讲：恁有甚物计策，我通恢复遮的人民？因应伊讲：你若好款待遮的人民，互因欢喜，用好话回答因，因就会永远做你的仆人。毋过，罗波安拒绝遮个元老互伊的计策，去甲遐个甲伊做伙大汉、服侍伊的少年人参详。伊甲因讲：遮个人民有对我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等恁有甚物意见，互阮通甲因回复。遐个甲伊做伙大汉的少年人甲伊讲：遮个人民对王讲，求你减轻你的老爸下伫阮肩头顶的重担。王就安尼应因讲：我的马仔比我的老爸的腰较粗，我的老爸互恁爸重会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耶罗波安甲众人民照罗波安王的话，伫第3日倒来见伊。王用歹声哨引人民，伊毋听元老互伊的建议，颠倒照少年人的意见对人民讲：我的老爸互恁爸重会担，我要互恁搁较重会担。我的老爸用鞭刑罚恁，我要用铁刺的鞭刑罚恁。王毋肯听人民的请求，因为这个代志是出自上帝，要实现上主通过示罗人阿希雅对尼八的囝耶罗波安所讲的话。以色列众人民一个知王毋肯听因的请求，就对王讲：台北的王国阮无份，亚西的囝甲阮无关系。以色列人啊，恁拢着倒去恁兜搭台北家，恁家己顾好好。对安尼，以色列人拢倒去因兜。毋过，罗波安犹原做坐伫南部犹大地区的以色列人的王。罗波安王派监督强制劳工的阿多兰去以色列人遐，以色列人民用石头甲伊钉死。罗波安王就赶紧上战车走倒去耶路撒冷。对安尼，北部的以色列人反叛台北家到今仔日。